月亮中學嘅爸爸梁錦榮啦，喺挾持事件當中，為咗阻止槍手殺人遇難，佢嘅母校新蒲崗天主教伍華中學為佢同其他嘅遇難者舉行追思彌撒。彌撒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明神父主禮，行政長官曾蔭權同太太都有出席。聖堂擺放梁錦榮中學時候嘅相，旁邊寫上其他遇難者嘅名，包括佢兩個女。一班舊同學憶述佢哋所認識嘅梁錦榮。佢嘅花名叫做牛榮，因為佢有個牛皮姓。呢樣嘢唔係負面嘅描述，佢為人好率直，有承擔，樂於助人。同樣係校友嘅立法會議員李華明話：聯絡過梁太，佢嘅精神狀況、佢嘅情緒係俾大家喺電視嗰度見到係堅強咗，因為佢而家嘅盼望就希望喺 Jason 嘅身上面。另外，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喺中區聖約瑟教堂為人質事件中嘅死難者舉行追思彌撒。菲律賓駐港總領事柯明對事件感到深切悲痛。We,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are one with you in this most trying of times. We feel your profound sorrow and pain. We are deeply sorry for the tragic events. 佢衷心希望大家能夠共度難關。無線電視記者鄭希璇報道。